你这么射箭的吗？刚才要是把我给射了，我们家那俩娘们你给我养啊？倒也还不是一无是处。以你刚刚躲开的速度来看，就算我是瞄着你射，也未必伤得了你。以你的反应来论，也算是大异于常人了。你还敢笑？我让你笑，让你欺负人，让你欺负人啊！先说两句话，你是怎么想到收秦玉当学生的？你教他的那些，都是兵法吗？说来话长了，还是别说。那五木遗书是真的了？你早上破解难题用的那些方法和符号，也是五木遗书上记载的？书当然是真的了。孙武医生所学甚杂，不过这本书不是他一个人所著的，而是他跟另外一个兵法家合著而成。我今天用的那些推算方法，就是从书里边学的。但这些方法呢，也不能算是兵法，却能跟兵法相辅相成。这么看来，子豪果然是深藏不露。观你种种行事，莫非是大智若愚？这个兰陵公主，要是放在储蓄所里，可有主任你老小子受了。子豪，我问你，一定要如实回答。说吧。你与那东岩郡主是什么关系？东岩郡主？谁呀？我不认识啊。我的外甥女，房宰相的孙女，你的二夫人。王子豪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为什么不敢看着我？二夫人，咱去哪儿啊？去上山。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，吹风吹又生。子豪，你说我是不是现在要下山将你家斩草除根呢？还是……子豪，你恨我吗？我对你一点恨意都没有，我只是想保护我的家人，我本人任由你处置。那东岩给你当妾室有多久了？你是怎么知道他身世的？大概3年吧。其实从我失忆以来，到现在不过也才5个月。我跟我的家臣都是坦诚相待，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可瞒我的，身份都是他自己告诉我的。那你刻意拉拢秦、程、杜3家是什么目的？据我所知，你们王家并没有和各大门阀亲近的传统，而你却在短短5个月之内跟各大门阀的继承人攀上了关系，再加上那东岩居然是你的妾室，这一切都不得不令我怀疑。公主，你是怀疑我经营关系吗？跟房家策反有关系吗？哎，踩一脚。二夫人，咱去哪儿啊？去那边。子豪，你才华横溢，若是杀了你的话，我大唐就会少了一位军事家，或许文豪，是吗？早上那首诗，怕是出自你之手吧？之前那首，也未必出自你夫人之手，对不对？你作诗的时候，你夫人就在我身边，有些事情我还是看得见的。我跟你夫人交流过，庸脂俗粉，我也是女人，也喜欢像你这样才华出众却又不显山露水的奇才。你若是只想做隐士也就罢了，若是包藏祸心，想对我大唐不利，却是一大祸患。公主殿下，如果我告诉你，我只是想手上稍微有几个小钱儿，跟我和我的家人一块平平安安的走过这一生，就已经很满足了，你信吗？如果我有孩子，却想让他平安过日子的话，是不会教他这些东西。而他要想平安过一世的话，更不会去学这些东西。以你的家世，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太容易了。家世好，目标低，所产生的惰性也就越大。而你却不埋头于吃喝玩乐，却苦苦去追求学问，是为了什么？求得了学问，却要藏拙的避祸，这又是为了什么？若是乱世，藏拙避祸还有情可原，可如今太平盛世，朗朗乾坤，你这么做究竟意欲何为？
夫君，你要小心兰陵公主啊，她没安好心。二夫人，咱去那儿吧。走吧。公主陛下，我以我大唐子民的身份而自豪，我以我大唐的繁荣兴盛而骄傲。我跟普通百姓一样，我为我大唐在边境上取得的一次次胜利而欢呼。如果你仅仅因为我交际广、勤奋好学就怀疑我的话，我真的觉得我很冤枉。就拿刚才我要杀你灭口的事来说吧，如果换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父母犯错，关一个10岁不到的孩子什么事儿？他那么小，他懂什么？一个小女孩家破人亡，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罪？一个15岁不到的姑娘，去给人家当小妾。这是碰到我了，要是碰到个禽兽不如的，她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呢。你是她亲姨妈，跟她失散了那么多年，一见面就先还姨，再除根。子豪，你恨我吗？我刚才回答过你，我对你一点恨意都没有。要知道，那东岩父母之死或多或少跟我有些联系。他落到今天这副田地，也是我一手造成的。他难道一点抱怨都没有？跟你有关？什么意思？再装傻！哎，哎呀！再装！哎呀！我真的不知道啊！公主，你要杀我用刀就好了。你这样踢，你很累，我也很疼啊！用刀便宜了你。公主，你已经把我折腾这样了，用刀轻轻一划，我就过去了。王家就我一个人，杀了我就等于灭门了，多大的仇都报了。家里那些人你就放过他们吧。还有9花玉露，那个配方我也给你，就当是给他们付赎金了，行吗？我又不是强盗，要什么赎金？看你落到这副田地，还一心想着家里人的份上，就不与你为难了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本也没想把他们怎么样。真的？谢过公主，谢过公主，若蒙公主原谅，她是定当图报。要是公主还不解气的话，就一刀砍了我，我绝无怨言，我只恳求公主能放过我的家人。我答应你的条件，你若是还能动的话，就随我回府吧。能动。我扶你回去，不许再起什么坏心。好。二夫人，咱还是回去吧，我怕有蛇。哪里有蛇啊？好多人都说有蛇呢。哎，二夫人，哎，等等我。看着这么文弱一个人，还要装硬气，知道为什么挨打了吧？知道了。哎呀，我这种人就该打啊！打死你也不为过。我不过要把你夹怎么着不成？哎，这夫君也不知道去哪儿打猎了，怎么连个人影也没有啊？二夫人，这南山很大的，这零碎生害虫都有。哎呀，闭嘴！你吓死我了！回去吧。公主，我没说您呢，我不是说官府吗？官府要是知道我们家窝藏2女，那我们全家不就都完了吗？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你认为我会把这事儿说出去？就算我把这事儿捅出去了，跟你王家又有什么关系？怎么可能没关系呢？2女可是我们家直系亲属。再装傻！哎呀，你先把话说明白行吗？我真没装傻，我是真不明白啊。王家谋反是新君登基以来第1大案，其中牵扯高阳公主和几位皇室成员。这事儿要是放到几年前，恐怕会有些麻烦。可如今早已经不是贞观年间了，怎么动不动就会有灭门之举？再说，皇帝已经颁布了特赦令，东岩郡主和其亲属也在特赦之中。你拿这事儿当杀我的借口，也未免太荒谬了。若真是被你得了手，怕是我在九泉之下也闭不上眼睛。天哪！不学无术害死人，血的教训呐！幸亏兰陵有武艺傍身，要不然我一辈子都不能原谅自己。
刚才的硬骨头哪儿去了？装什么可怜？公主，我现在我真是后悔加后怕呀！你就听我解释一下行吗？你说，本宫听着。我是真不知道你们到底颁了什么特赦令啊，也不知道本朝对谋逆罪的判罚尺度。我一直都以为包庇二女跟谋逆同罪。你是指你失忆吗？失了忆的人还有这样的文采，能把长平之战分析得头头是道，连军饷都发得分毫不差。若真是这样，你倒应该多失忆几回。反正今天这事儿是无法挽回了，只要不连累我家人，我就放心了。公主想要怎么处置？今天我真想剐了你！哼，就让你良心上受煎熬吧，比剐了你出气多了。平日里看着貌不惊人、和蔼可亲的模样，哪成想提着刀子比屠夫还爽快。若不是我今天看见那东颜，不是你那二女，我留着心眼儿，拿着兵器，要不然这会儿就被你扔到后山喂狗了吧。二夫人，咱去哪儿呀？哎呀，走吧走吧。蛇！你怎么不说话？承认自己是骗子了？你要是我真是骗子的话，公主打算怎么处置我呀？关了、杀了都可以，倒是你有一点特殊，杀了你，可惜了你一身的文采。你不是有本事吗？那你就把肚子里那些东西都给我写出来，什么诗词歌赋、五木遗书，还有秘方，全都写清楚了。还有，听说你不是又发明了什么三角裤、卫生巾的，都给我写出来。可是我写字慢啊，我写字特别慢，要是没有个1-2年的，恐怕也写不完。再说我写出来的，公主也未必能看得懂啊。写字慢能当借口吗？别跟我耍心眼儿！你是不是以为我放你从这儿走了以后就拿你没有办法了？秦玉这个人不错，你就好好教他吧，少在他身上打什么鬼主意。既然收了学生，你也不希望自己的学生以后有什么3长2短吧？若你真是写字慢的话，别人我也不相信，就由本宫亲自代劳吧。啊，这个不太合适吧？你说，再说我们俩也见不了几次面呢。那个，你们家不是有个才女吗？我隔个2、3天到你们家去请教学问，有什么不成吗？子豪意下如何呀？二夫人，想不到你这么厉害，连蛇都敢玩。这有什么可怕的？子豪出来打猎，怎么弄成这副模样？疼不疼啊？还？这到底是怎么弄的？公主，哎呀，今天我差点就做了错事，差点就万劫不复了。快起来吧，膝盖都跪开花了。别说这些了，来，我送你回去。公主的宽容我是没齿难忘。公主你好漂亮啊！贫嘴啊！还是揍你揍得太轻了，便宜你了。来，走2步，轻点。哎呀，看来是不能走了啊！也没什么，看着就是有点跛，晚上回去看不疼死你才怪。如果今天晚上不疼死，明天我一定履行承诺。好，一言为定，明日我就去府上找你。明天？好吧，你要是明天去的话，那千万别说我被摔成这样的事儿，要不然他们家该伤心了。死要面子活受罪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哎，二夫人，小侯爷。啊，小侯爷在那儿呢，二夫人。夫君，你回来了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我
我今天不是上山去打猎了吗？然后我就碰见一只这么大的兔子，然后我就拿箭射它呀，射它，可是我箭法不行啊，它就在前面跑，我就在后面追，然后我就追不动了，我就停了，我发现它也停了之后呢，然后我又追，然后它又跑，然后我又停，它又停，它一直在前面勾引我，所以我就后来跑的我这条腿呀好疼啊！那么大的兔子，怕是都成精了吧？哎呀，腿不行了啊！哎呀，小心啊！小心啊，小心！自己累成这样。我躺会儿。来，哎呀，这床真舒服。来，快喝点水。我这手拉弓拉的没劲儿，拿不稳。我说怎么看着不对劲儿呢？弓箭呢？空手回来的？肯定是在山上追兔子的时候，翻山的时候掉山上了。哎，我明天去捡吧。你看我这记性。哎，二女呢？哦，跟小蝶找夫君去了，估计也快回来了。这夫君上山才一会儿的时间，妾身就浑身的不对劲儿，这心里乱糟糟的，做什么都心不在焉。没想到二女也跑过来比划，说她心里也寡寡的难受。我俩就开始担心了，她就带着小蝶上山找夫君去了。什么？上山找我去了？哎呀，快！怎么了？快起来！吃！天都黑了还上山，多危险呐！还要不要命了啊？哎呀，你这是要干嘛呀？我得找他去，这孩子也太不懂事了。回来我不抽他。哎呀，你这腿脚不好使，你别急啊，夫君。啊，夫君，你别着急。我得找找啊。哎呀，妾身正差人找，来人啊！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你们现在就上山去。回来了，二女。上哪儿去了？滚这儿！啊，没事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几点了？才回来，天都黑了。这孩子看着不大对劲儿啊。怎么了？夫君回来不高兴吗？是不是跟夫君一样累了？累了。怎么了？我看看。来。怎么了？受什么委屈了？好，松开！哎，不行，不要倒了！死孩子，还抽呢，快松手！哎呀，好，别打了，扶我进去。腿呀！刚还说要抽人呢，现在就开始护着了。不听话这孩子。去把脸洗了，弄那么黑，快去！哎，夫人，你帮我拿件衣裳换换，我这件衣服太贴身，勒得难受啊！哎，算了，我自己来吧，让二女看见多不好啊！这就是……哎，夫人啊，我想喝你煎的那糖茶了，就给我煎一壶呗。臣子。哎呀，疼！哎呀，跑一天了啊，浑身酸疼。帮我揉揉腿。啊，还把我那鞋脱了。哎呀，你洗脸了吗？那么快就跑回来？我跟你说啊，下次可不敢了啊！那么晚了还在山上，多危险啊！看见夫君跟公主了。啥？在哪儿见的？山崖上面，拉拉扯扯的。不是，我们俩
是偶然碰见的，后来我不小心跌了一跤，然后他把我送回来的。小蝶看见吗？这事儿可不能告诉夫人啊，到时候说都说不清楚了。那夫君今天睡中间。啥？夫君今天睡中间。妖精！哎呀！相信大家也看出来了，王子豪是一个重口味的屌丝，他的老婆是个富二代，小妾是个郡主，情人是个公主，而公主和郡主之间又是姨妈和外甥女的关系，这真是情何以堪啊！下一集里，王子豪知道自己误会了兰陵公主，痛定思痛之后，决定将一个影响千百年的发明贡献出来。若真能按你说的那样把这件事办成了，那我昨天就算让你砍了，我也认了。